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排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怪属下围住了新宝纪红魂，自强合力，给过这个纪小子的性命啊！要夺气功虽然明烈，可惜纪红魂小小自如。现在轮到纪红魂的武魔都要大展神通。好！爸爸，老姑娘，你不养活，兴许是英雄教义。老姑娘，你为何不在真心路呢？我是出来找找修缘呐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这位出家人是谁呢？伊就是修缘的师弟，叫青莲回修。老姑娘，现在我有要务在身，不能陪你。此地时常有匪寇出没，你自己小心咯。我晓得。那我过时咯。修缘，你是在哪里？你为怎样要闪避我？青莲，你不需要安慰我，咱继续行吧。好厉害的纪红魂哦！手中迄唔知啥兵器，连杀咱两名兄弟，此小不报回君主。太岳神剑门，要道你若无日教义，太岳神剑门要为天下毒害。大家息息。离魂脱皮，离魂脱皮，两相也是妖道的动物，看见吗？什么？宝剑刺入体内，竟然无倒地，现在什么邪术流行啊？
怜的泰国剑士，其中2名已经惨死在离魂脱皮的手下。同时啊，你毋是普通的人物，一定这种的身手，必定可以除掉这边的仇人季风云。三代心腹，这是杀！日新月异，天下武功实在是无穷无尽啊！过去如果若是练成金睛大的功夫，就算是天下高手，这2个人更加厉害啊！可惜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宝剑刺入体内，搁再飞出来，安然无事。可怕，可怕，实在是真可怕！修道正心修心道，学剑正心学心剑，不计干霞修千古，情观天时报天机。3人新剑故作太刀功，创立新剑门，专治干霞险恶，走上一走。参见故作。社会好过身负当伤，一言难尽，终将跳水啊！离魂脱皮，这是故作这2个人唔知练什么邪术，不怕宝剑的刺杀，何说弟子绝无虚言。任何妖邪见了本故作的正气宝剑，也爱焚烧劈山啊！本故作亲自下山去也。较紧的啦，较紧的啦！哎呀，毕哥啊，也当这个正月动到底是到位啊未哈？行这远啊了，行到我呢嘴打后壳，也呢脚酸手软呢。你要到位啊？大约。拍算也真百里咯，哈！你要到位啊，也真百里咯。哎呀，我会惊巧伊我。哪法度啊？乌海鸟前所带这个正月洞，是一个无人所到的地点。啊，名副其实啊！迄鸟前吼，就是鸟前，连大都见鸟前。啊，即嘛吼，无行嘛明日，呵，来去我靠！无人责助我口卡，岛上鸣笛萧萧啊哈，逍遥自在多时日，正月洞中是我家。乌海鸟禽都是我这只禽吼，也呢经过几百年的修行。已经受得人形，但是在这几百年来，我度过这渔夫的微薄，也呢历尽沧桑，食尽艰酸苦涩。我伫这个正月洞，哪甲稳顿起来，我要好好珍惜。这道行要修，毋是很简单。而这个正月洞无人所教啦啊，也呢吼。人上界爽快，就是无人吵，也岛上泡一泡啊烧茶，也呢慢慢啊下。嘿，你这个所在逍遥都市日，上界赞尔。够摇啊，够摇呢。哎呦，也哪有人为这个正月洞来？拍算我遐水底兄弟的款，赶紧的。这岛顶才拢鸣笛呢，迄袂使随便请人，赶紧的收起来。唔拄好因若到位吼，迄就害啊你咧，这地甲收起来。参见乌海鸟禽，
我李准什么人？原来就是必得。哎呦，嘿，内底真香呢，哪有真香？内底有咧泡茶香味。哪有咧泡茶？是什么人咧泡茶？麻食麻不熟，熟食不能麻啦。哟，我这个小五神虽然唔是好鼻屎，也但是吼，我的鼻孔真来呢。哟，你的洞内咧泡明茶，一人客到位哈，你也唔赶紧泡出来请，安尼是啥意思？啊，你个人真当生呢，你是来真鸟情。啥话啊？你讲我鸟情？啊好，你甲我试看卖啊！啊好啊，你敢骂我鸟情？敢讲我当生？啊好，你甲我试看卖啊！小五神啊，因讲啊，你若通安尼讲，伊即马吼入去后洞，可能会夹兵器哦，咱两个无性命呢。免惊啦哈，怕就不来，一来就不怕，看伊咧变啥梦。来啊！这地板甲地杯啊，恁拢知吼？知啦，泡茶工具。安尼好，你讲我当生，我明茶唔请恁，来，一人一杯互恁啉。啊，多谢。哦，你也知影这边哦，安尼路行真远，也真脆搭。万请欢喜哈，茶互恁啉，唔是安尼啉尔，你爱甲我啉无出来。看这个茶锅的内底，也泡几种茶，你若讲袂出来，你会食推。我都知，这茶也安尼淋做伙泡，那我多啉出来。放心啦，来，我先来啉。这茶拢袂歹呢。当然嘛是袂歹，拢明茶。你这个茶也用3种茶混合。你哪会知？哎，这边食茶专家呢，要是倒3种茶讲来听看卖啊！头一种武夷茶，搁再来是分雾茶，第3种叫做丈人啊茶。武夷茶、分雾茶、丈人啊茶，对，我用3种茶泡的。稍等下哦，呀，这3种茶你啉有？呀，你敢知影出在什么所在？要为倒来的？当然嘛是知，当期甲甲徛以上，我都有办法倒。讲来听一下。哎，武夷茶一上界出名，当然出在武夷山啊。连连春自东南来，剑客盛乱兵未开，溪边鸡鸣冠天下。武夷仙人将古栽，这个武夷山所出的武夷茶，就是天下上界出名。武夷茶这较简单，大家拢知。搁再来分雾茶啦，分雾茶出自什么所在？你讲我听看卖啊！分雾茶啊，原产在这个安徽西北的黄山。呀，黄山你敢知影偌悬？那黄山吼，迄是高岩峻岭，人是无法度到这个黄山顶。一地是山在这个黄山顶。哦，那安尼讲起来，我问你，既然人甲无法度去哩，一地是要安怎来？当然嘛是有办法，也若无办法，今仔日哪有这个分雾茶通互你泡？讲来听咧，讲来听咧。哎，秋冬之时，这个黄山会透大风，一只大风会将这地朽扫落山骹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才有办法得到分雾茶呢。这种分雾茶啊，迄对囡仔真是偌赞，你敢知？会治果胀甲甘蔗。也若安尼丈人茶咧，丈人茶就是出在这个青城山。青城山有人讲丈人山啊，因此啊，这个青城山所出的这个名茶就叫做丈人茶，简单而已。哎，你毋是普通卡？小茶我就慢慢啊哈。也恁两个茶啉完好行哈。我这个所在无咧留人客。卖啦，乌海鸟情，今仔日来到你这个正活动啊，不为他事，也是为啥？要求你下山援助这边，为天下除害。袂当呢，我安尼辛辛苦苦，也受几啊百年的道行，才变人。你叫我管风尘俗事哦，哼，这边做袂到。卖啦，乌海鸟情，我讲你听啦。
你即马修成人形，吼，要若搁再积功果，你就会当得道成仙呢。成仙哪有啥好处？做人都真济啊，100句50声，搁讲无较绝。赶紧的哦，甲我离开这个正月洞，这边袂当下山帮助恁。安尼啦，乌海鸟就啊，咱来一个君主的条约。啥君主条约？我来做谜猜，互你猜哦。要你若猜会着，安尼你就免下山；要你若猜袂着，吼，大家欢喜甘愿，你帮助这边。这个办法袂歹。注意听哦，9点要互你猜一字，9点要互我猜一字，唔知。要你一字到搁1点，就是完啦。哦，迄字就是完。安尼我输。头一题你已经输啊，3题输赢。哦，3题输赢。第二题你注意听哦，怀乐、得乐、通八达，安尼互你猜一字。怀乐、得乐、通八达，唔知。这字就是亚洲的亚啦。哦啊，安尼我输。第二条你有哪摇无着吼？即马第3条你注意听哦，小哥独处无龙伴，互你猜俗语一句。小哥独处无龙伴，要互我要俗语一句。是啊，唔知。啊，煞毋知在色女，小哥独处无龙伴，俗语就是在色女。安尼我输。你若输吼，赶紧的下山帮助这边。唔肯。哎呀，啊，你个人吼眼入无神呢。咱大家已经讲好势啊，欢喜甘愿。哦，3条你拢摇无着，你毋来帮助这边。袂当。你个人吼实在真了情呢。这都我的道好，啥物人拢无办法为这个正月洞，甲我请出去洞口下山啦！我无可能下山啦，赶紧的甲我出去，甲我出去！敢真正无人请你会行？天下任何人都请我袂行。我个人吼上界铁气，我来试看卖啊！你要试看卖啊？哈，你是有够瘾头呢！我若坐咧吼，都袂叮当啦。你若有办法，甲我请出去洞口，安尼我就帮助你一句话。讲有定吼？当然嘛是讲有定。安尼好，为即个洞内吼，甲你请出去洞口，安尼无算熬呢。为洞口有办法，甲你请入来吼，安尼才是高手。互你要为洞口甲我请入来，我都唔相信讲你有啥物撇步。好，到洞口，我看你安怎请。对我来，行。喂，当即马来到洞口啊，你有办法赶紧的，甲我请入去正月洞，安尼我就输。你已经输啊了。我是安怎输？方才你有讲过啊，你讲若有办法将你由即个正月洞甲你请出来，安尼你就输。现在你已经离开正月洞啊，即个所在是洞外呢，你注意看呢。哈，你用绕的，溜溜秋秋食2粒目睭，靠头壳。我的脑筋输你甘拜下风，安尼好，这边愿意帮助你，赶紧的来去，行行行。来哩！我想我的郎君啊喂，郎君你在身边。好啊啦，莫唱啊啦，哪听使哪紧。哎呦，芙蓉喂，安尼吼你受伤，咱虚度了家己，你敢知？是啥家己？咱还袂洞房花烛呢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我旧伤还袂好咧啦，莫洞房花烛啦。哎呦，我旧伤好吼，咱才来洞房啦。芙蓉喂，要你呢，你呢？哎呀，我搁较食力，我规身躯拢疼了了呢。哎呀，恁两个吼实在真无路用啦。哪有法度啊？去用佛一个吼，太食力的啦，实在真怨叹啦。芙蓉喂，当你是咧怨叹什么？怨叹吼，互拍无讨的啦。哪会使互拍无讨？哎呦，芙蓉，你讲出来互娘囝听，娘囝一定替你出力。敢真实的讲？无咱翁仔某是咧做假心。安尼好，我讲你听啦，阮两个吼会受伤，都是去互这个空气灯拍着。空气灯，哎呀，你空气灯真好大胆，敢拍我的芙蓉，恁祖妈绝对袂当叫伊活在人世。恁祖妈吼绝对袂当叫这个祭灯活在人世。
也你敢有法度？迄个祭典的法律外百呢？哎呦，芙蓉你有所不知，那我这个扫帚，莫叫我拍着便巴，拍着三魂转线。我这个青竹棍，莫叫我讲着便巴，那叫我讲着七魄离心啊！安尼怎？安尼要报冤仇吼，该在暗无理。但是吼，唔知这个孔仔祭典即马人伫倒位呢？那这唔遮简单，来，我讲啊话，你坐起来扫帚，我这个扫帚可以飞行在空中，要找祭典就真容易咯。敢有影个？坐起来就对咯。安尼好，甲坐起来，扫帚敢真正会飞？得点，小虎小哦，要来去咯。哎呦喂啊，阿妹啊，是会搬落遐未啊？你做你甲坐好势啦。哎呦，飞真悬，哎呦！田冲海正在找找这公，万多出现了离魂脱魄。你这，赶紧的啊！乌海鸟什么？就是这两个啊！少年啊，咱两个吼并肩作战，为天下渡海啦！你走哪里去？你走哪里去哦？哇，嗨咯！无无无庙，也青竹棍以及扫帚要来收我三魂七魄啊！无走明日咯，你紧张！济公有办法保住伊个魂魄嘛？请看续集，真假济公。